真的这样，真的。长老也是回来问我，你们为什么都没声音啊？你不要讲了。平安，咱山顶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今日带着靠无的心、欢喜的灵来到主的圣殿，为着要来敬拜主、朝见主。这时，咱用一首的诗歌来准备咱的心，互咱常常听见主要对咱讲的声音。主啊，所是咱的大牧者，哈利路亚！伊是大牧者，奇妙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牧者，奇妙的主宰，我的牧者，聆听我的声。兄弟姊妹，这是听咱安静咱的心，特别拍开咱家己的心门，做神来听上帝的声音。这个世间有侪侪声音在对你讲话，侪侪声音在牵诱咱离开上帝。总是求主帮助咱，互咱能安静听主的声音，因为咱是伊的羊群。羊认捌牧者的声音，只是我邀请咱兄姊妹为着你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互咱无受到这世界的声音来离开上帝，互咱搁一届向主讲：主，你是我性命的主宰，我一生只要听从你的声。咱开声为着你家己来献上祈祷。主啊，所感谢你，主，不知帮助我先常常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来跟随你的情分，我来常常听你的声，听你的声。主啊，所有你帮助我，我知影是什么是你的声，我无就这世界，离开这个世界，我在那里无就听的声音的较量，我们主心听你的声音。我常常来连接伫你内底，我知你的声音要引出阮头前的道路，我较知你是我的主，帮助我。
主耶稣，感谢你，你呼召阮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帮助阮，常常听见你呼召阮的声，阮的心有平安，有平静，无受世界什么搅扰。阮的主神来军队助力，求主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透早，我的脚步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灵，搁一届充满伫我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我们搁一届立志，主，你是阮的大牧者，是阮生命的主宰。我们要甲你结连做伙，感谢奉主耶稣名求，阿门。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爱你，常常主声音。轻轻听，你要轻轻听，我的牧者，领你我的声。你是大牧者，奇妙的主宰，我一生只听帮助的声。你是大牧者，奇妙的主宰，我的牧者。我一届宣告，主耶稣，你阮生命的主宰，哈利路亚。你是大牧者，奇妙的主宰，我一生只听帮助的声。你是大牧者，奇妙的主宰，我的牧者，你是我的声。上帝唔仅是咱个人的牧者，也是咱教会的牧者。上帝嘛要对教会来出声，教会内底嘛有侪声音，侪意见。总是这声音无全然是来自上帝，咱只是来为了咱核心的同工，咱的牧者，咱的中职，咱的小组长。咱的团队的团长，互因学习听主的声音，会当了解上帝对咱教会的心意，会当同心合一，按着主伫咱中间的目标来跑走。咱开声，为着咱教会的牧者，咱的全咱的同工来祈祷，愿主灵来充满因，互因有快乐来服侍主。主要双感谢了你，求你灵来充满伫我的教会牧者中间，求主你帮助有坚固的信心。主要说，我要常常听你的声音，我要分别出你对阮讲的声音。主要说，求你帮助我，我要常常亲近你，我知影主你伫阮生命中所安排，伫阮教会的使命。主要说，哈利路亚，求你加做阮牧师，加做阮中职，加做阮小组长，阮团长，所有团队兄弟姊妹合在开来，互因知影要全心来军队助力。主要说，感谢你充满伫阮福音教会中间。你灵来充满阮，都要快乐，同心合一，用你所操调来保障，愿主来保守看顾阮。说着咱为着咱教会所有的会友来祈祷，求圣灵来充满着咱富强教会，除去咱一切软弱的灵，除去苦毒的灵，除去疾病丧凶的灵，将咱的骄傲自我灵除去，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灵拢勇壮，互咱富强教会成做一间富强佮健康的教会，咱来同心为咱所有兄弟姊妹来祈祷。主要说感谢你，你来充满伫阮的教会中间，愿主你帮助我，我相信我可以公平，除去阮心的软弱，愿主你苦毒灵来除去，你愿主你帮助我，互咱疾病灵来除去，互咱伤痛灵除去。主要说感谢你，主啊，我为着上帝教来透过一切，主啊，你来保守因的生活，愿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的小组长。主要说感谢你。求你荣耀你的圣灵来充满伫阮的教会，当你的灵来充满伫阮中间的时阵，所有一切撒旦的控告，拢要来离开。主啊，求主你除去阮软弱的心，除去阮苦毒的心，用你的疼来包围来安慰阮，求你帮助阮，除去阮骄傲自尊的灵，我们每一兄弟姊妹拢是勇壮有群，
求主你帮助阮祝福阮的牧师、阮的长职、阮的小组长甲团长，互伊伫服侍时阵带着你的快乐，带着你的恩典来服侍。愿主你来祝福阮的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互富强教会成做一间富强健康的教会。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门。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安尼通听主声音。轻轻听，伊咧轻轻听，我的无声引起我的声。伊是我无声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伊是我无声生命的主宰，我的无声引起我的声。弟兄姊妹，上帝是咱唯一的牧者。在你生命中间拄到困难的时阵，你来亲近主。无有一个人无拄到困难，每一个人的困难拢无咱同款，总是主会当成做你生命的帮助，生命的祝福。咱刷着唱这首的诗歌，我用祈祷来到你的脚前，咱用祈祷、用信心来向主恳求。你生命困难的得到解决，上帝正做你生命的帮助。我用祈祷来到你脚前，我要追求你，我要踮你破桥所在，你要我追求你。每一摆我祈祷，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耶稣，我手袂当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铺平，互你我归向你。主，我是软弱的能者，你就是我的力量。愿你亲切的手引带我，你就是我的得胜。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耶稣，我手袂当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铺平，互你我归向你。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耶稣，我手袂当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的千山，道路的铺平，互你我归向你。现在你要相信你祈祷的困难，你的祈祷要带着信心来祈祷。就是我要邀请你兄弟姊妹，为着你家己、你厝的人的需求来祈祷。你要用信心来呼求。检查你是时阵看，头前无路，头前真困难，总是主会替咱开路，将你家己的身体、你的事业、你的经济、你的关系，甲你家族的信仰，这是咱来开声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主你帮助我，我能
欠缺所在，阮的人数侪侪挑战，总是求主你，将这阮的祝福，阮的平安，主你是阮的主权，阮在阮的边的这困难中间，你会将这阮的防战，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在阮每一家基督当中，你将这阮的保障，主啊我所感谢你，主你不受看顾阮，主你帮助阮，知影命用到你，主啊，主主你帮助。看顾阮，有这所有的一切，我感谢你，是阮个人所期盼的，我感谢，我们主在患难中对你保守看顾，对你保守看顾，为击败我祈祷，我有当你的手，祈祷耶稣，我手要当作，为击败我祈祷。大山要前山，道路要铺平，无力无归。我用一个用信心来宣告，哈利路亚！为击败我祈祷，我有当你的手，祈祷耶稣，我手要当作，为击败我祈祷，大山的前山。道路要铺平，无力无归你。是邀请你向姊妹为着咱家己所徛的台湾来祈祷，愿主来保守台湾的和平安全，让咱的台湾咱的经济发展搁持续。特别为着咱的总统、咱的行政、省长来祈祷，愿主赏赐智慧来听咱咱的国家，让台湾成做一个祝福世界的国家。这是咱当时也为着咱教会台湾的正教会来祈祷，让咱台湾成做一个上帝所喜爱、所徛起的所在。咱为着台湾正教会宣告来祈祷，让同心开声来祈祷。谢谢主，耶稣基督掌管我的台湾，你的保守和看顾，你的要充满伫阮台湾的所在，有一个保守阮的总统，阮的行政官员有智慧来带领阮台湾，主你是依赖阮台湾平安，求主你将这阮台湾的祝福，让正教会来祈祷，让阮台湾的正教会咱同心还有强国伫你面前，伫宣告顶面咱徛在，让咱台湾全部叫你保守看顾，阮伫你面前所讲的，保守看顾。最后说，这是阮也为阮所徛起、阮所依赖的台湾祈祷，有力量来充满保守看顾阮，和阮的总统、和阮的行政省长，拢有伊属灵的智慧来带领阮台湾，成做一个祝福世界的国家。相信阮为真教会祈祷，为你恭敬阮每一间教会，和咱徛在复兴，让你每一个角落传扬主的福音，和台湾成做一个福音的岛国。成做福音出口的所在，求主你保守祝福，感谢最后所名求，阿门。咱今日来唱首诗歌，来唱一解，用期待来到主面前。我用祈祷来到你脚前，我要追求你，我要踮伫我徛所在，你遐我追求你，为击败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耶稣，我手会当作，为击败我祈祷，大山的前山，道路要铺平，无力无归用你，为击败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耶稣，我手会当作，为击败我祈祷，大山的前山，道路要铺平，无力无归向你。咱这是开声为咱今日聚会来祈祷，愿上帝灵充满伫咱的中间，愿上帝为伊透过老牧师来成做咱的性命帮助。咱相信要为老牧师来祈祷，祈祷祝福伊所服侍的东门教会。咱开声为咱今日敬拜，成做一个香香的祭，伊面前献上咱祈祷，开声来祈祷。
主啊，感谢你，来充满你我的教会，主啊，这里过去祝福我们的主啊，你的事情给我撒开，你的信心的充满每一个周围，我们敬拜，我们将这个放在这个里面，好，回老牧师，一起向大家这碗信仰的赞美，所相信我们这个老牧师很喜欢的祈祷，所服侍的感觉为主的主啊，你让我们主啊说，我感谢了你。我敬兄弟姊妹伫你面前谦卑祈祷，我阮的祈祷的声音会当成做一个芳芳的祭，到伫主你的面前。求阮带着脚步的心来敬拜而你，求你圣灵充满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领受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一生的祝福。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来敬拜主，咱唱首诗歌。我的心啊，你就欢喜出声。我的心啊，你就欢喜出声，阿罗耶和华，用真心敬虔的心是阿罗伊。伊的一切拢在见证伊的地位大权力。那着落敬拜来回应，我的心啊，就欢喜出声。我的心啊，你就欢喜出声，阿罗耶和华，用真心敬虔的心是阿罗伊。伊的一切拢在见证伊的地位大权力，那咱着落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得着了体为爱来降生。我念阿罗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义的真神。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荣耀的君王，得着了体为爱来降生。我念阿罗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义的真神。我的心啊，你就欢喜出声。我的心啊，你就欢喜出声，阿罗耶和华，用真心真心的心是阿罗伊。你的一切拢在见证你的地位大权力，咱他着落敬拜来回应。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得着了体为爱来降生。我念阿罗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义的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来降生。哈利路亚，我念阿罗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义的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荣耀的君王，得着了体为爱来降生，为爱降生。我念阿罗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义的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得着了体为爱来降生，为爱降生。我念阿罗你，全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物多义的真神，你是创造万物多义的真神。耶稣，圣家公义救主，上帝的慧力量，你的听是何等光关心，
满有丰盛无尽的恩典。耶稣，万民将我万味，万民应要尊贵我咯。我用心灵信心来敬敬拜，做伫宝座顶听我的上帝，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疼。哦，我的主，哦，我多多仰望你，热情来敬拜你，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疼。哦，我的主，哦，我多多仰望你，热情来敬拜你。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上帝的威力。你的疼是好听，长挂关心，满有丰盛无尽的恩典。耶稣，万民将我万味，万民应要尊贵我咯。我用心灵信心来敬敬拜，做伫宝座顶听我的上帝，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疼。哦，我的主，哦，我多多仰望你，热情来敬拜。主啊，所以我们奉献心敬拜你，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疼。哦，我的主，哦，我多多仰望你，热情来敬拜你，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疼。哦，我的主，哦，我多多仰望你，热情来敬拜你，热情来敬拜你，热情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就是甲阮敬拜上帝，就是咱的吟圣诗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至大上帝，愿你带我，阮过今世曠野地。我真原谅你大观念，用手看我无犯罪。天的美牛，天的美牛，叫你养饲我，叫你养饲我，我命最愿求你小事，我心碎大大希望。回
了魂跳求你献出，带我头尾行天路。全能救主，全能救主，使我快乐永无好，使我快乐永无好。后你行到约旦河边，行呀摇伊面地岸，太阳是地狱的主，把我往到迦南岸，我就因是，我就因是，永远感谢了你，永远感谢了你。主必听人的主，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守守阮这个圣日，阮通伫你的面前，阮三甲自执，同心敬拜，献上阮的感谢以及阮的恳求。是因阮知，阮拢是你创造立你的下面，享受你一切的美好。主啊，伫这个圣日，虽然外口天气炎热，搁落雨。虽然疫情要继续在攻击，总是阮确信，当阮专心一意来到主你面前的时，阮有对你享受的平安，有对你享受的信心甲快乐，互阮通赢过一切外在环境的挑战。阮伫内面领受到至大的恩典。勇气甲快乐，面对一切挑战。主啊，感谢你今仔日是文字传道的主日，我要伫你面前三角来关心文字福音的事工，也愿你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是伫线顶，也是阮伫现场、伫实体，阮拢同一样的心来敬拜阿罗你。因为主你有应允，阮也用诚实、用真诚、用信心来到你面前，主你就要伫阮中间。感谢你，阮今日敬拜归荣光于你，也阮透过主你的话来得到快乐。愿荣光一切拢归伫你。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错阮日子，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这条咱做来听。启示文第7篇，诗篇第19篇。天宣布上帝的荣耀，日日对彼日讲话，伊无言无语。伊的声音传到全世界。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打布下，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对天的这边出来，射到迄边。上主的律法完全，上主的命令可靠，上主的诫命公正，上主的教示纯洁，
敬畏上主，着纯真，永远无改变。比金比真济纯金较贵重。落力，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伊无故意犯罪。我就真做无通指责的人。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理的旨意。一条咱做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宇宙的大主宰，阮的上帝，阮的主，我们来学到你。你用你的话创造了所有的一切。你的话是真实公义，你的作为直到永远。今早我们要伫遮欢喜唱歌来学到你，因阮无法度知阮明仔载日子是如何，也无法度掌管阮家己的每一个时刻。但是阮知主，你是掌管阮过去、现在甲未来。主啊，我们伫遮时时刻刻来学到你，无论阮伫顺境还是逆境，我们互主来掌管阮的性命，互阮的性命无搁伫为着家己来活，是要为着荣耀主你来活。主啊，即时求你来lưu润阮恭敬的心，为着阮家己的罪，主你来恳求。求主你来赦免阮，伫主你的面前，我一遍勇敢来悔改。求上帝你将阮的罪对阮的身躯顶来除去，来改变阮家己，来追求圣洁的生活，互阮无搁一遍对着罪的深渊。恳求来遵行主你的道路。主耶稣，你已经正为了阮的罪。伫十字架顶所流宝血来牺牲性命，主啊，我要来倚靠你，来成做你所喜爱的儿女。主啊，即时我也要将阮台湾即届面对的疫情，过来向上帝你来恳求，求上帝你将即个灾难来刷开，互阮的百姓无搁受到病毒的威胁。求主搁一遍来保守阮的兄弟姊妹，若受感染的，求上帝你亲自来医治，互因早日日来恢复健康。哈利路亚，主啊！像是阮也要为着何明昌兄弟来向上帝你来恳求，主啊，因为你的保守，何明昌伊伫心肌梗塞遮尔危险的时阵。还有及时有完全的心导管的手术，主啊，我们来大声学到你，主啊，我们恳求你持续来保守明昌，医治伊到完全，然后伊伫手术以后一切会顺利恢复原有的健康甲快乐。主啊，阮知你是有阮陪伴的主，也使阮平安的主。愿你的慈爱无离开阮，成做明昌家人家庭随时的帮衬。主啊，今仔日也是总会所定的文艺团队的奉献主日，所发行的教会广播周刊、更新周刊、新眼光的读经，这属灵的册报，借着文艺将上帝你的话来传播。互上帝会听，来传互每一个人，互每一个也毋捌认捌上帝的人，伫主的听的内面，来见证主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活命。主啊，
我要将老牧师今日2堂的讲道，有圣神的同在，有圣神的大开力，甲伊伫地，讲的甲听的，拢要大大受到主你的祝福。主啊，我要将阮2堂的敬拜，对头到尾，恭敬摆伫主你的面前，求圣神降临，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上。我们将一切荣耀、恶乐拢归于你。我安尼恳求、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免。主你。即条咱讲授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今日所要读的圣经有2个所在，一个是新约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3节，第2个圣经是新约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我来读。我阁看见有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经过去，海也无阁有。阁看见圣城，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出伫天，对上帝降落，一个备办，亲像新郎，亲像新娘，装他来听候伊的丈夫。阁听见大声对座位出讲，上帝的会幕伫人的中间，上帝要甲因三角徛起，伊要做伊的百姓，上帝本身要甲因伫地来做因的上帝。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神灵的服侍。不得甲即世间相款，就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转的旨意，愿上帝祝福听叹伊话的人。即条咱请圣乐队来献诗。
今日老牧师要讲的道是新天新地新眼光。各位兄弟姊妹，高早平安。真感谢主，天气真炎热，还佫有咧落雨吼。大家人会当慢慢恢复，转来到实体的敬拜，这是上帝的恩典吼。现在咱台湾经过2-3个月，改成无讲降足紧啦吼。总是大家人慢慢拢恢复即个正常的即个生活，只是咱继续有迄个防疫的保护，愿主保守咱大家，无论伫线顶也是伫实体，拢有上帝恩典甲祝福。今仔日是即个文字传道的奉献主日，每年7月，咱拢特别来为着即个咱较惯是知影是讲公布社吼。咱教会公布已经安尼100多年，是台湾头一个即个新闻媒体。到今仔日，以前是用白话字，即嘛是用中文吼。咱继续咧传播上帝的祝福甲恩典。所以今仔日特别，咱新人院的刘立仁牧师代表公布社来甲咱请安，也要用主的话来勉励咱大家吼。刘牧师呢，现在是伫新人院咧服务，伊是做即个图书馆吼，图书馆的即个馆长。伫学校内面吼，做真好的服侍。拄仔伫咱遮近尔吼，今仔日特别受派来到咱中间，要用主的话来勉励咱大家，也请咱大家做伙来关心吼，关心即个咱公布社所推动的圣工啦吼。咱除了即马教会公布，咱有时用网络就看会到啊。毋过咱现在常常咧使用咱周报所业的即个经心周刊吼，佫咱逐日咧研读的即个新眼国读经，拢通过文字事工来推动。所以咱大家做伙来鼓励，做伙为着公布
事工来关心。咱用拍拍声来欢迎老牧师来甲咱勉励，多谢。所敬听的校牧师、教牧师、耶鲁传道以及咱富强教会中职担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伫咱总会所定的文艺事工主日，甲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想对咱生活带来真侪真大的改变。总是伫安尼的改变中间，依然看见上帝咧引带看顾咱。今日我也要用新天新地新眼光这个主题，带咱做伙来思想上帝话，也正做咱信仰上的思考。伫信息分享的大声，邀请咱搁一遍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阮来到你的面前，搁一摆来向你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你有伫过去的日子，你保守看顾阮正兄弟姊妹。我们恳求你的圣神开阮的耳孔，开阮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也借着思想你的话，阮也较无搁较亲来认捌你，互阮正兄弟。通伫生命的每一步，拢有你圣神来引带、来提醒。恳求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段期间，相信受到咱肺炎病毒的影响，对咱来讲，咱亲像进入一个需要咱做伙适应的新的环境。比如讲，咱即马到伫任何场所，咱就爱带着即个喙罨。总是根据即个研究调查，戴喙罨嘛有伊袂歹的好处，就是大概戴喙罨的人会当提升伊60%的颜值，就是讲咱即马看起来会比无对喙罨、无挂喙罨看起来加缘投6成啊！吼，所以你家己边仔兄弟比一个赞，除了表示伊真好看，嘛欢迎伊甲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我事实上，当咱徛伫世界的角度来看，其实台湾受到影响一定是较细的国家。相信这拢有上帝极大的恩典甲看顾。咱会通对国际的新闻来看到讲，这美国因的即个确诊的官方虽然感觉已经过去，总是即个奥密克戎，也是讲侪无共款变种的病毒的感染，佮慢慢地升温。也是讲法国，伊嘛是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那诚做世界上第6个超过1000万确诊的这个国家。台湾嘛已经超过400万，全球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5亿5千万的世界的人口。当全世界超过有9成这个实体的课程受到影响来取消。真侪课程也开始改变应用，咱讲线顶的教学的模式。即咱看见咱的教育的环境嘛已经对伫甲老师面对面的即种教育的模式，为着要保护校园内底遮师生的健康，来转变做即个需要咱讲远距教学的即种模式。网络的教学。除了有即种工具，你需要去学习教材要怎样使用，有几个关键就是老师可能要学习去面对镜头来讲话，然后伫有可能无有互动的状况的下面，家己爱去顺利完成即个教学。最后就是搁爱去想讲，要安怎来评估学生伊敢有去接受到老师伊上课的内容。也是讲学生伫即个中间，伊吸收了偌济。当老师面对面甲学生咧上课时阵，会当透过学生的动作去观察学生上课的态度，也是讲透过考试的笔试去评估学生学习的状况。总是伫网络教学的模式，老师就必须要去改变即种评估的方式。有时阵，你要叫学生开镜头，伊会甲你讲：“老师，我的镜头坏掉了。”因为伊只有你无法度去面对面去评估学生伊的
即种学习的状态，伫咱台湾教会的现况，嘛共款进入一个咱通讲新天新地的改变。咱开始称伫教会内面的主日礼拜叫做实体礼拜，咱嘛有所谓的网络的礼拜，然后对着政府防范即个疫情的作为，过去咱教会的聚会，嘛是毋是干那过去尔，现在咱嘛需要配合政府的政策。过去叫做顺时钟啦吼，但是即摆后尾也毋知要去顺啥物货啦。伫咱今日所读启示录的21章前3节，伊讲伫新天新地的中间，有一个新的圣城对上帝来，要降临伫咱的中间。上帝的会幕临到咱的中间，伊的本身也要甲伊的百姓同在。经文提醒咱，伫一个新的换新的敬拜的模式中间，上帝悠然运行伫迄个中间。这互咱想起着耶稣伊捌所讲的话，伫马太的18章20节，伊讲：无论什么所在，有2、3人伫我的名自治，我也伫因中间。所以，无论咱兄弟姊妹伫什么所在咧做礼拜，相信上帝的灵嘛要运行伫咱的中间，互咱毋管是参与伫实体的礼拜，也是网络的礼拜，拢通领受到同一个神的感动。总是因为即种新的礼拜模式的产生，其实对咱的教会也产生侪侪新的挑战，甚至也透过安尼，互咱的兄弟有新的功课需要来学习。像咱一开始讲，即个学生的教育的课程，其实网络课程已经有真长一段时间，台湾有侪侪无共款的教育的平台，嘛咧做即种网络的教学，所以相对来讲，其实是有一定的成熟度。那因为咱讲少子化的即个关系，真侪学校因为学生的减少，伊需要去增加学生的来源，所以为着要配合，遐可能咧上班的人有机会去接触到在职的教育，所以真侪大专的学院早就咧使用即种所谓的线上教学。伫疫情严重的时阵，当提出到有即个需要的时阵，对伫这学校来讲，其实毋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但是如果对伫普时平常若无咧使用网络礼拜的教会来讲，当咱要开始来做的时阵，咱其实嘛会发现讲，这对教会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如果咱来问咱负责的同工，咱就知要准备一场网络的礼拜，也是实体的礼拜比较起来，其实网络礼拜有一定的困难度。特别咱拢经足习惯看即个高画质的画面，所以咱的影像也是讲咱的音响的设备水准也是无够。当咱透过网络咧做礼拜的时阵，有可能会因为即个画面的品质，也是声音的品质无够好，就会来影响到咱做礼拜的专心度。参阮伫新学院内底要办即个新学讲座。为着要确认讲，即个网络的参与者，因嘛会当甲参与实体的讲座的人，平平拢会当得到讲师所分享的内容。阮甚至需要伫前几日开始，就去试验这个设备等等。确实，虽然透过网络会当帮助咱提供更较侪的方式参与伫礼拜的中间。总是伫即个举行网络礼拜的时间点，咱嘛开始需要来思考，咱家己对伫礼拜的态度是怎样？特别是网络礼拜，咱常常需要更加警醒咱家己，因为如果来教会礼拜，有可能会因为塞车，互咱较晚到。总是参与网络的礼拜，手机电脑1、2分钟的时间，就会当互咱参与伫礼拜的中间。所以，毋管咱是参与伫倒一种礼拜的模式，相信咱拢需要学习准时来参与伫即个礼拜的中间。网络礼拜嘛更加需要专心来参与，
因为无有人看到你伫电脑还是手机的头前咧做啥物。最近伫网络顶面，我看到一间教会咧提醒兄弟姊妹，伊讲做网络礼拜，毋通只有穿内衫裤，毋通倒咧，嘛毋通食物件。我毋知影即马伫网络咧做礼拜，你咧做啥物？伊讲咱毋通如果咱伫教会，咱袂一面做礼拜，一面食早顿，咱就参与伫网络的礼拜，嘛是爱专心来参与伫礼拜的中间，毋通一面做礼拜，一面还咧做咱家己的代志。甚至咱来教会穿啥物款的衫裤，有缘就鼓励咱的兄弟伫网络的礼拜中间，也学习用同款的态度参与伫即场的礼拜中。伫这段时间，咱嘛透过种新的礼拜的形态。开始有机会，咱讲来检视咱教会实际的体制是怎样。如果咱伫主日的礼拜拍开网络，咱同款会看到真侪教会拢会用网络来放送因的礼拜。如果你是一个有选择障碍的人，你会发现选择真侪，总是毋知影要选择看倒一间教会。有的人就会开始去比较，即间教会因的礼拜，网络礼拜画面较好，还是讲即边礼拜因的收音有够好，听起来咧伫即个电脑咧做礼拜感觉耳孔袂苍耳安尼可是选择真济，总是伫这中间，咱需要学习的是，咱怎样委身伫咱家己的教会中间。伫遮有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就是只有咱家己的教会，才是咱的属灵的归属。请你甲边的人讲，富强教会才是咱属灵的归属。所以伫遮无共形态的聚会中间，重新来思考怎样委身伫咱家己的教会，就真做咱需要去学习的功课。伫罗马人书的12章第20，伊讲：无得甲即世间相款，得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伫即个世间，存在真侪消费主义的想法。消费者会有啥物款的想法？消费者要去买物件的时阵，伊会先去比较物件的价钱，也是讲伊会去比较倒一间店的服务较好。然后，较来决定伊要去选择去倒一间店。毋过，消费者嘛无拄拢会去共一间店来做消费。有时阵，伊会看家己的心情，看家己的意爱来做出选择。就亲像，譬如讲，咱即马如果去买一包饼，咱可能会当有真侪的选择。咱有家乐福，咱有大润发，咱有全联、7-11、全家、Costco 等等。消费者伊会有做真侪无共款的选择，这就是即个世间消费的价值观念。咱有时阵敢无去想到安尼的观念的影响？你敢有听过在比较倒一间教会较够探访？我捌听过一个牧者甲我分享讲，伊捌拄着一个会友，伊会调故意。甲两间教会讲，伊的身体无爽快，然后看倒一间教会较早来探访伊。保罗提醒咱，无伫甲即世间相款，得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做网络现象、价值观一直影响着咱，总是咱得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咱毋是要来消费教会。颠倒是来学习怎样委身伫咱家己的教会。总是即个委身，嘛毋是一个口号尔定。若通来思考，咱是怎样委身伫即间教会中间？因为疫情的关系，互咱开始不得不去调整咱聚会的模式。有时阵，咱爱暂停所有的聚会甲活动。当然，相信伫即个中间，嘛有一寡的想法，就是讲，
有个人嘛会惊讲，万一若是暂停聚会，有可能真歹搁组织大家搁倒来教会聚会。毋过，亲像我拄则所讲的，这其实对于咱教会来看，嘛是一个机会，就是咱教会通好好来检视咱本身的体质是怎样。毋管是实体礼拜，还是网络礼拜，咱为着要维持这礼拜的举行，其实咱需要比平常时搁较侪的同工参与伫即个服侍的中间。咱过去有教会如果要举行即个实体礼拜，咱也有量体温的，搁有人带位，甚至伫礼拜后，咱嘛需要去消毒咱的环境的同工。然后为着要有网络礼拜，咱除了原本就这声音也是影像的同工，咱搁需要增加这录影的，然后搁甲将这影像甲放去伫网络顶面的资讯的同工等等。所以为着要维持礼拜，咱其实愈来愈需要侪的兄弟参与伫这服侍的内面。相信伫咱每一个主日礼拜，咱拢有咧记录咱出席的即个兄弟的人数。这也是记录一间教会兄弟参与伫教会活动中间真重要的凭据。毋过当然，常常也有人会去批评讲，咱毋通只有看教会礼拜的人数，也是成长，也是讲数字等等，咱嘛需要去注重伫教会中间即个质的成长。总是值得咱来思考的是，伫即个点算人数的做法内底，敢有上帝的心意伫即个中间？如果对圣经来看，伫民数记的记载中间，以色列人因嘛有做过即种人口的点算，因为上帝吩咐摩西照家庭、照宗族来数算因的人口。这伫民数记的第1章第3节有记载，伊讲：既若以色列中间对20岁以上会出去交战的，你甲阿伦就照因的军队来点算伊。上帝嘛爱摩西去点算人数，总是上帝讲爱点算遐个会出去交战的。这种的点算才是有意义的点算。所以，咱嘛需要搁一摆用新的眼光来看咱家己，这点算人数的意义是啥物？咱有遮尔侪人做伙伫教会的中间来做礼拜，总是咱爱来问的是，这其中有偌侪人是准备好要互上帝来使用的，还是讲，当上帝用伊的眼光要来点算的时阵，咱有偌侪人是会当互上帝点算在内的。所以，伫遮要用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12章第1节所讲的，来甲咱正兄弟姊妹三甲来勉励。保罗先生讲：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我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邀请咱做伙委身伫咱家己的教会，也实际来付出咱的行动来服侍上帝。伫即个中间，甲咱的兄弟姊妹彼此来服侍。伫台湾也已经进入咱讲新媒体的时代中间，教会公报社其实伊嘛需要面对侪新的挑战甲转型。事实上，公报社也一直透过侪办法方面咧经营，然后持续来服务台湾，服务咱的正教会。除了咱所讲到有即个教会公报，也是讲咱更新以及新眼光读经，青少年咧使用的少年新眼光，也是讲即个甜蜜亲子报等等。透过这个文字的刊物，除了来满足咱无共年龄层信徒的需要，也成做咱一种真好来传达福音的工具。一直以来，这拢毋是一条真简单的路，总是咱也祈求上帝的带领，互上帝的话会当继续伫即个新的媒体时代，用咱世间的人来讲话，互上帝的福音
同工团伫片田的，接下有一小段时间要邀请咱兄弟姊妹做伙来看一段短短的影片，帮助咱会当更较了解公报社因经营的目标以及公报社伫经营上的需要。上帝话，上帝听，是永远无改变。台湾教会广播社虽然经过138年的时间，总是时代在改变。安怎互这个无变的上帝的听继续伫咱的中间？台湾教会广播社做真多的调整，真大的一个改变。亲像伫圣经充满我，咱会当用家己的笔来体会上帝的听，上帝话，甲咱常常三角地带。自从2天前，阮的长老带安华长老，伊介绍我写圣经充满我所以我就一直写到即卖。虽然会亚线嘛，有当时会亚线啊，毋过咱若真正在亚线的时上帝是互我有气力啦，互我有勇气。读圣经就爱用心来读，较会当体会。看到这个这个是我相信兄弟姊妹逐礼拜伫教会都会当摕到台湾教会公报以及更新周刊，这个刊物看起来真简单，事实上是公报社正当中用真侪精神来规划甲编辑。阮会遮拍拼，是因为阮相信报纸是传达信仰的工具，而且文字有上温柔的气力。是，就是本来有些时候在我的农园，有时候我就架起了我的笔记型电脑，除了报道这些我的农业、我的产业之外，我也是很喜欢透过农业方面的所得的，然后应用到圣经节上帝怎么样的祝福也能够分享出去，得时不得时都要传。因为这一段话，不管是我在从事网络上，它的点阅率多少，不管是很多人的，或者这个主题上可能不吸引人的，我都不落在那个地方，我都是在神的话语上说，无论何时都不会让自己灰心，而是为了传扬上帝的话语。你的日子怎样，你的气力也要安尼。伫这1、2年久的中间，咱共同经历着 COVID-19 对咱性命威胁，对咱生活的不便。咱嘛做伙感受着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所带来这款的一个战争的残酷。总是咱相信上主的话，上帝听，要引带带领咱行过这一切的艰苦，这一切的困难。真感谢主，感谢咱所有兄弟姊妹，长期以来对台湾教会广播社对阮的支持、关心，对阮的带导。台湾教会广播社会继续坚持，透过着文字帮助咱会当伫生活中，就来认捌着圣经的道理、圣经的话语。请咱继续为着台湾教会广播社。每一年拢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费用，为着阮来关心支持，为着阮来奉献，愿上帝赐福咱大家。相信伫咱的手头拢有摕到广播社的奉献袋啊，也请咱兄弟姊妹持续为着广播社所做的事工来关心甲带导。也照着咱家己的感动来为着广播社来奉献，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当阮面对惊吓不安情形的时，阮需要对你来的平安；当阮面对新的挑战的时，阮需要对你来的智慧；当阮搁一摆反省阮家己的信仰的时，阮需要你的圣神时刻来提醒阮。愿阮每一位兄弟所奉献的心智、才能以及金钱，是通得到你的欢喜，也引带阮逐人来明白，什么是主你所下伫阮逐人生命中间
善良，互你通欢喜，以及顺全的旨意。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真多谢老牧师用主的话来甲咱提醒，来甲咱勉励。我相信大家有足深的提醒，甲体会。也愿咱无论是线顶还是实体，咱拢有迄个虔诚敬畏的敬拜，也互咱甲主同行。咱伫即个关心教会公布的时间吼。咱的教会对去年，咱有小可有注意到讲，咱即个文字主日就是今仔日吼，咱一时来做奉献。但是咱平常时呢，逐礼拜吼，拢会伫周报内底看见一张经心周刊吼。咱有真侪人爱读，因为内面拢讲到一寡见证、甲故事，基督徒的经历吼。咱也逐日拢咧用即本新眼光读经的手册来做咱的灵修。所以咱小会呢，去年咱就决定讲，今仔日咱所收入来的奉献，咱点数了后，咱会甲平做3份啦，吼，1份就是为着即个文字主日，咱阁加添挂为着咱的新眼光读经来做奉献，因为迄印刷经费吼，拢都爱使用真侪钱，佮人力落去写，佮将是更新周刊，这就是整体大概咱较有接触到的事工。当然咱兄弟若用奉献地为着即个主日来奉献，咱教会做一个调配吼，调配一个，看一部分为着公布，为着周刊，为着小民，搁来为着即个新眼光吼。讲到这，我想到讲。20-30年前吼，迄阵咱的教会伫印周报无像现在遐方便，电脑拍拍，请印刷厂甲咱印出来。迄阵吼，拢爱走公报社，请遐个拍字的姊妹替咱拍字拍好。我印象足深吼，迄阵迄阵的迄个社长叫做张立夫牧师，现在已经退休啊。迄阵大家拢足熟吼，就伊看到讲夏牧师，你定走来遮吼，有诶要拍字，搁要为着。周报内底是毋是有一寡迄个灵修的资料吼，足无用安尼。伫遐咧讲的中间，怎一个创意想讲，哎呀，咱哪会无爱来印一份吼，逐间教会共同的周报的副刊呐？意思讲毋免为着要找什么文章来刊互会友，咱就印一份吼，供给所有的。真正对迄个阵开始，过无偌久看到，咱即个《经心周刊》就出版啦。后来煞变做《经心周刊》伫全台湾吼发行了非常的丰盛吼，煞变做超过公布啦。即若感觉讲，即个文字事工伊的影响力实在是真大。所以兄弟，你若有受感动，也是对即个即个文字事工有支持，你应当为着奉献地，来为着咱即个文字事工来做奉献吼。下面咱要吟首会用的诗歌来做伙为着几样事来公道大道。新的天，新的地。咱请有诶同工若较有识，咱举麦克，咱做伙来唱吼，175首。1节、2节、4节。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灵运行，新情志，新创造，我命的灵运行，新男性，新女性，上帝形象运行。主求心挂意，互万有换新，互万有换新。第2节，新听堂，新人民，上帝的灵运行，新力量，新
我命的灵运行，心的心，心静心，上帝形象运行。自修心挂依，互万有活心，互万有活心。第四节，新的地，新的天，上帝灵运行，新生命，新创造，我命的灵运行，新人生，新路程，上帝形象运行，自求心挂依，互万有活心，互万有活心。兄弟姊妹，咱有两部分的祈祷。第一，咱通过拄则老牧师甲咱的勉励，咱搁一遍伫主的面前来立志，咱伫新的时代，疫情、网络以及咱大人对主的关系有一个新的确认。咱犹原坚持着委身，坚持着咱甲主迄个亲密的关系。咱也安怎委身伫教会？咱有新的挑战，咱将家己来当作活祭，互上帝所欢喜。咱为着咱的教会，迎接疫情了新的时代变化，求主互咱大家搁较专注伫主的福音甲圣工，互侪侪人通过咱的努力来得到福音甲活命。咱大家为着这事，咱对信息、对讲道所领受的，当心伫主的面前来回应的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能力甲持续伫咱中间，感谢你恩待阮、赐福阮，帮助阮看见上帝你的恩待，阮有新的形态、新的学习，阮定心思考、重新来委身，有新的眼光带来新的挑战。感谢主伫阮中间，上帝圣神亲自来勉励阮，阮更加委身伫教会，服侍主更较有新的看法，帮助阮看见上帝你的能力、恩典甲疼痛。伫阮正人的中间，阮伫新的时代的变化，阮更较委身伫主的圣会，阮看见主你伫阮中间所做美好的圣工甲开展，感谢罗你，感谢罗你。兄弟姊妹，咱第二项为着咱教会所有的圣工，会当伫主的看顾下面，逐项慢慢恢复正常的运作。咱无论是主日学，无论是青少年，无论是咱的常年以及各小组团契，求主保守大家咧聚会的时阵，有上帝赏赐的平安伫咱的中间，互咱毋但得到伫主内兄弟姊妹同组织迄款的喜乐，也通得到主所赏赐咱的信心。第二项，咱也为着咱的教会伫这暑假，这青少年因有的人有暑假的学习，也是放假的中间，求主带领因参加升学的考试，毕业有的要开始找工作，求主拢带领，互因有美好的成长。上帝亲自甲咱教会这青少年组织了来三甲地地。咱为着教会，咱孔教主团队要完成伫咱教会的服侍，伊要找到新的服侍的现场，求主带领伊的脚步。咱的教会也要聘请新的牧者伫咱的中间，求主甲咱陪伴。最后，咱为着伫疫情的中间，咱兄弟有真侪有感染着，有的真平顺休困了就恢复，但是有的人身体拄着困难，有的去住院，有的好了后，还佫有一寡后遗症。牧师昨接到咱的即个国传社咱的周月美姐敲电话来讲，牧师替我祈祷，因为
这个感染了后呢，头壳阁继续在戆啦吼，人拢袂清爽。我相信有真侪人会拄到这款的情形，咱为着咱所认捌的，咱的兄弟有拄到这款情形的，奉主的名来祝福伊，互伊身躯得到恢复，身躯得到健康，恢复正常的生活甲工作。咱为着咱家己所听的人、亲人，为着因来祝福祈祷，同心为着这个事，照你的感动，咱同心开声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的恩待甲保守，你的怜悯甲平安伫阮众人的中间。主啊，阮为着教会各方面的事工、活动、聚会，让咱恢复来祈祷，求你来保守伫阮教会中间。阮这青少年主日咯，互因这老大人，互因伫暑假的中间，上帝你甲因看顾。无论参加考试、暑假的这个生活，求上帝拢亲自甲因保守，互因有一个美好的成长。主啊，为着阮的教会中间有新的牧者移动，求你亲自来带来你的祝福甲恩典，互看到传道伫新的服侍的工程，上帝你甲因带，阮也要迎接新的牧者伫阮中间，求你也亲自带领，互阮伫教会有一个新的学习、新的进步。阮求你也带领教会中白听兄弟，求你赐落你的医治甲透放，特别有拄着疫情拄着艰难的，求你亲自互因身躯、精神、体力拢恢复，无拄着后遗症。主，阮奉你的名来祝福，阮听你几位大家人，有人有所面临到的艰难挑战以及困境，求你亲自赏赐阮信心甲毅力，阮感谢你。是来主阮上帝，阮将阮的祈祷摆在主你的面前，主你意爱，阮同心自执，伫你面前摆列阮的恳求，就你要伫阮的中间。阮确信，当阮所行所做，阮所求合你的心意，你就要对天顶来应允阮。主啊，阮将教会事工，阮将教会兄弟姊妹所拄着的艰难、病痛、困境，拢交托主，也将阮的国家交托伫你圣手中间。伫你面前，我来你恳求、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条咱做来奉献。即个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会众请坐。即条，咱来看本月的金句。伫周报后壁面，咱做伙来念：恁着勇敢壮胆，无得惊因，也无得论因，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去，伊无离开你，也无放杀你。申命记31章第6节。即点我来报告。咱先开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主题是夏牧师
事例是陈秋怡这事，其他的事同工，咱注意来咱来掀开集体交通第4页。今日是总会锁定文艺传道奉献主日，咱欢迎台南新人院刘立民牧师代表教会公报前来本会正道甲请安。总会呼吁正教会来关怀教会广播社所推动的文艺传道的事工等等，有一个属灵的册。咱也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关心代祷，踊跃为着广播社文书的事工来奉献。咱也伫遮也做伙用咱的歌声，搁一遍来感谢老牧师。第2点，小会伫今日要召开定期的小会，伫第2堂礼拜后，第2楼会室，有准备午餐，请小会员来注意。第3点，本会聘请陈水平传道，正做本会青年事工的牧师。本会定伫5月22小会当中正式监选通过，聘请本会出身的陈水平传道做咱本会青年事工牧师。陈传道目前任职伫7星中会南坎大安教会，已经通过牧师候选资格，有定伫9月来正式赴任，并伫9月10月初9的主日下晡3点，要来本会举行封幕甲就任授职的特会，咱恭喜伊，特别恭喜詹牧师、咱的索隆长老跟咱的慈宝姐。第4点，本会伫8月初7父亲节，要邀请蔡中牧师来主持诗歌的见证会。伊也有侪的讲员的简介，咱家己来注意来过目。第2点，咱伫父亲节的时阵，伫7月31甲8月初7的2个主日，要提供全家福的纪念的摄影。第5点，本会定伫8月14要举行释教46周年的感恩礼拜甲圣餐洗礼式。要参加兄弟姊妹，伫7月31，咱的干事来索取报名单，来填写资料。第6点是咱的疫情的聚会甲措施，咱注意来看。第7点，会友动态的甲祝福，咱教会长城执事所开文典联合的建筑事务所代表台湾得到真侪的文典甲祝福，愿上帝持续来保守看顾因所经营的事业。第2，咱的教会青年要前往美国来受造就，愿上帝来祝福。咱有教会兄姊妹因新居落成，那恭喜因。第8点，咱可传道伫咱本会服侍3天的任期，要伫7月底来期末来结束。感谢伊伫咱3年当中，为着青少年的事工、主日学的教育，尽心的服侍，也要为着
咱持续为着伊要来的合场，到目前的生涯服侍，拢有主的恩典，用心一人咱为着伊来代祷。咱掀开第6页，牧区团契的消息，有上年团契主日学基甸甲提摩太。提摩太牧区的第4点，提摩太牧区定伫8月20甲22，拜六甲拜一，伫哪来教会甲剑湖山要来举办暑期的生活营，报名费是1000块。咱也欢迎新朋友，也是各一的新生，邀请教会中所有的青少年、学生，也是升国一的新生来参加。咱伫报名是伫8月14来截止，请鼓励咱的囝儿来踊跃参加。有关怀第7页有关怀代祷，咱常常为了这大点来为这事来提名祈祷。有总总会的社区的消息，咱家己来过目。第8页是咱顶周的奉献精神，咱也有出入，咱的贵价人员来订正。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项我来做几项的补充啦吼。伫咱即个投影片内底吼，咱有一张即个8月初7蒋忠牧师吼，要来甲咱中间来主持一个诗歌报道甲见证。咱即个介绍真详细，伫即个文字咱即张图片咱嘛透过即个群组发送吼。最后的目的就是讲，咱原来是要伫周年庆的时阵吼来去。像2年前安尼，伫亚月会馆来办一个大型的餐会，请蒋忠牧师来见证。毋过2冬吼，疫情拢无顺序啦吼。咱是讲毋通阁等啊，咱直接伫教会来办。所以意思讲，咱拄8月吼，疫情慢慢小较无遐尔紧张啦。所以咱毋是干那家己来，咱是讲鼓励咱招朋友来听即个蒋牧师，因为伊的歌声吼。是原住民的歌声非常的洪亮，伊佫家己有弹吉他，佫唱歌，佫见证。主要是个生命经历真宝贵。伊2场的主题拢无相像吼。当然，咱嘛欢迎讲兄弟，你也感觉想要受着学习吼。咱2场拢来甲参加吼。当然你的朋友可能伊方便来1场嘛袂要紧啦吼。因为伊是原住民的牧师，所以大概第1场嘛用国语讲的款啦吼。总是真好的机会，请大家来斗宣传吼，来恢复咱即个现场实体聚会馆的热热就对啦吼。这是咱一个期待。详时伫7月31，佫参8月初7这2个主日呢，咱就要开放由咱的设计小组整理足水的迄个布景，互咱家庭全家来翕合照吼，大合照，恁家己的家庭的。全家福的即翕相，咱政府是有规定讲，若翕相的时阵吼，会当暂时甲口罩拔起来。咱若家庭家己本来拢生活做伙吼，做伙翕相嘛无困难。咱进前1礼拜吼，7月31，佫8月初7安尼。上时咱也提醒吼，咱的即个上年吼，上年团契，咱若伫线顶，可能有的人较袂晓伫线顶写上年吼，咱提醒一下。8月初6，吼，8月初6就要聚会实体聚会所以8月初6拜六升上年的聚会，有哪要庆祝爸爸节、宝妈妈节安尼吼，所以才会上年大家等于重新组织就对啦吼，欢迎大家参加。另外要报名8月14的周年庆的洗礼式，请赶紧来报名，摕名单吼，来报名，通互咱准备来做学道班吼。另外，咱嘛鼓励兄弟吼，另外一个事工就是咱的富强教会提摩太牧区，要伫暑假结束以前吼，就是8月20到22这3天来举办一个生活营。咱拢知影这2、3天咱的青年聚会，因为
疫情的关系，拢停顿较侪啦吼。啊，咱要伫即边招咱的青少年，若假使你有子弟，鼓励因来报名，啊，大家遮少年囡仔斗阵做伙吼，感觉迄种气氛拢起来吼，足热情的。啊，要伫即个哪来呢？无介远啦吼。啊，咱有一寡补助，啊，赶紧咱来照即个图片，也是讲咱周报内底，啊，咱来赶紧来报名吼，啊，鼓励咱青少年大家踊跃，啊，若有新的朋友，咱有有补助安尼吼。啊，过来是咱拄仔咱有一寡会友动态恭喜啦吼，啊，我做一个简单的补充，就是咱恭喜咱教会吴昌成执事吼，啊，伊伫即个所经营的温典联合建筑师事务所来设计吼。啊，这是伫即个邦桥的所在哦，迄合宜宅吼，遐大吼，遐大片安尼。啊，迄个咱即马咧流行迄个社会宅有无吼？社会宅啊，就是有青年人啊，也是遮个较弱势，会当有较适当的价数，通来租也是来住。啊，因所设计的即个主题吼，叫做日盛幸福站吼，啊，得到世界性的即个奖，叫做合宜住宅类金奖。啊，甲综合规划类的银奖，啊，咱拢知影，咱即个昌成执事就是咱即个礼拜堂的设计者，啊，感觉伊会当得到世界的奖，咱嘛替伊恭喜就对啦吼。啊，咱祝福伊啊，会当为主做见证，啊，搁伫专业的顶面吼来荣光主的名吼，啊，这是合宜宅吼。啊，我咧想着讲，哇，即马牧师若退休了，有即款厝人大会介好，毋免开钱买遐济啦吼。啊，这就是即个专门咧，互长辈，也是讲咱遮青年人吼，会当足适当的介绍来租。啊，我顶间有看到讲，咱台南嘛有迄个合宜宅哦，伫咱的中德路路尾，搁过成山路遐吼，哇，最近一片拢咧起giá就对啦。啊，伊就是即个得到即款的奖吼，啊，真水啦吼，啊，毋过可惜，伊这伫北部啦吼，北部，啊，咱甲伊恭喜。啊，这个是咱有一个周报要报吼，咱要鼓励咱兄弟吼来义卖，吼义卖，这看到安尼远远吼，迄就是楼骹大厅遐有一丛一丛的盆栽。啊，什么？这个盆栽是安怎呢？这个盆栽就是咱陈添长牧师，伊吼几啊十年来足认真伫咧门口埕吼整理啊足水的遐个盆栽，迄一丛毋知用偌济心血就对啦。但是最近啊，陈牧师年纪较大，啊，牧师你嘛身体无啥好势，啊，所以伊个查某囝想讲，啊，毋通阁互因劳苦啊啦，啊，这宝贝吼，伊参怎甲伊要寄咱的信上长了讲，互你早转去顾安尼，信上长了讲，吼，这责任遐大吼，伊无法度，想讲啊，无安尼好无？甲陈牧师建议啦，咱摕来教会啊，兄弟，你若感觉讲，你对即个盆栽吼有趣味吼，啊，你家义卖，啊，摕转去厝换你顾，吼，迄有个人顾即款青啊树吼，迄是顾几百年、3、4代咧传的呢，吼，啊，若袂晓顾吼，无2个月就无去啊，啊，所以人讲有缘人呐，你若有趣味，啊，咱落去楼骹，啊，为着要互咱吼，安尼参与讲有义卖，啊，还有介绍，啊，咱遐个钱吼，拢要奉献互教会。啊，所以你若有趣味要知即款榕树吼，小等下赶紧落去看吼，后大丛的、中丛的、细丛的吼，啊，这是咱的即个特殊的一个义卖活动吼，义卖活动安尼。啊，咱顶礼拜嘛有恭喜到咱的青年吼，燕如弟兄啦吼，啊，伊要伫8月初甲妈妈啊个阿嬷吼，做伙去到美国来进修，咱继续来替伊祈祷吼。燕如，徛起来，阮甲你鼓励一下，来，燕如来，啊，鼓励吼。上帝祝福你哦，吼！多谢请坐吼。啊，咱也为着咱的孔雅如传道吼来祈祷。啊，伊的任期到7月底就结束。啊，要有新的服侍的场所。啊，因为伊算讲，即个通过牧师讲道较慢小可啦，哈，所以线接迄个服侍单位也未确定。啊，咱替伊祈祷，求上帝来引带。啊，咱也小会早就备办吼。有病要聘请咱本会出身的詹水平传道啊，转来咱中间啊来服侍，咱也为着詹传道啊，詹传道要转来咱中间的服侍啊，继续来带导吼。啊，其他的消息咱啊注意来看啊，只是讲牧师
请咱大家为着这个疫情感染的兄弟来代祷啊，我拄仔伫报告代祷中有讲有位兄弟感染了，身躯足无爽快，足无爽快啊，所以呢需要搁静养啊，搁药物的治疗啊，咱请替因来代祷安尼，用安尼甲咱做补充的报告，多谢。即条咱做为起立来吟上扬的诗400首，愿主的仁爱甲你同在。今是说咱请老牧师为咱祝祷。尊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做来领受上帝祝福。当恁通平平安安出去，伫新的时代带着新的眼光，为着主伫即世间来做好的干净，也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甲相通，甲咱正兄弟姊妹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来倒。咱第两个聚会到这，愿上帝的祝福临到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咱做伙来互相请安。